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6年1月初9。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9篇，撒母耳记上卷第3章第10节到第4章第1节。使徒行传第9章第10节到19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指要器做日器有一个真出名的运动品牌，因的这个 logo 也是讲因的 slogan 叫做 Just Do It， 就是讲只要做就对了啦一个真敢若讲足流行真简短的一个话这种的广告好若亲像就是要来互这个少年人会当对因行只要做你去做安尼对于基督信仰来讲，只要去做嘛是咧回应上帝呼召所应该爱有的态度。但是甲这个商业咧广告这个无共款的是，基督信仰所强调是照着上帝的旨意甲呼召去做。无需要想过质疑别人的看法、反应或者是态度。撒母耳记上卷第3章第10节到第4章第1节，记载着撒母耳受上帝呼召的经过。撒母耳当然会真质疑伊的老师以利的态度，但是以利甲伊讲，你着照上帝的旨意，只要去做。上主搁来徛地，亲像之前几啊摆安尼，撒母耳因讲，请讲你的奴仆在听。上主甲撒母耳讲，注意听，我要伫以色列中间做一项代志，互听到的人拢行一条。伫迄日，关系以利会加我所讲的代志，拢会实现。我有甲伊讲，我要永远来审判因这个家。伊知伊的囝有犯应该受咒诅的罪，阁无甲因谴责，所以我对以利的家来咒诅。以利因这个家的罪，要用圣祭礼物嘛无法度来得到赦免。撒母耳困到天光。来开上主的殿门，撒母耳毋敢将异象甲以利讲，以利叫撒母耳讲，我的囝撒母耳，伊应讲我伫遮。以利讲，上主对你讲什么？你毋通甲我隐瞒，你若将伊甲你讲的话对我暗藏一句，愿上帝加倍甲你刑罚。撒母耳就将遐个话拢甲以利讲，无对伊隐瞒。以利讲，伊是上主，上主会照伊看做好去做。撒母耳渐渐大汉，上主甲伊同在，互伊所讲的话逐句拢实现。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拢知，撒母耳确实是上主的先知。上主继续伫示罗显现，上主伫示罗用伊的话来启示撒母耳。撒母耳的话传遍以色列人出去，要甲非利士人交战。扫罗得到上帝的光照呼召，上时阵上帝嘛呼召门徒阿拿尼亚来服侍，来帮助扫罗。但是阿拿尼亚却因为扫罗伊做恶多端有安尼无愿意做，上帝的神就甲伊讲：你去，照安尼去行，毋免顾虑伤济，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使徒行传第9章第10节到19节，伫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做阿拿尼亚伫伊异象的中间主甲伊讲，阿拿尼亚，伊应讲主我伫遮。主讲你起来，去迄条直街
伫犹大的厝找一个大数人叫做扫罗，伊拄伫祈祷，伫异象中间看见一个人叫做阿拉利亚入来，甲伊还手，互伊会当阁看见。阿拉利亚应讲：主啊，我有听真济人讲起这个人伫耶路撒冷对你的信徒做真济恶毒的代志。伊有祭司长的授权，通掠所有求叫你的名的人。现在来伫遮，主对伊讲：你去，伊是我所竞选的器具，要对外邦人、君王甲以色列人宣扬我的名。我嘛要互伊知，为着我的名，伊一定受真济的苦难。阿拉利亚就去，入去迄间厝，甲扫罗还手讲：扫罗兄弟，你来的路中，对你显现的主耶稣找我来，要互你会当阁看见，阁受圣神充满。随时有亲像稀兰的物件对扫罗的目睭落落来，伊就阁看见。伊起来领受洗礼，食饱了后，体力就复原。诗篇29篇。天界大能的正经日啊，着将上主应该有的荣光归互伊，着将上主的名应有的荣光归互伊，存圣洁的心敬拜上主。上主的声伫水面得响，荣光的上帝起雷大弹。上主临在伫海洋顶面，上主的声有大气力。上主的声威严满满，上主的声拍子碧香树，上主拍碎黎巴嫩的碧香树，伊互黎巴嫩苗条亲像牛仔囝，互希伦山苗条亲像野牛仔囝。上主的声互示那闪烁，上主的声互旷野摇动，上主互加底斯的旷野大震动。上主的声，互鹿母着惊生产，互树林的树叶落甲光光光。所有伫伊殿内的人，拢话讲荣光归上主。上主设宝座伫大水顶面，上主做王到永远。上主赐气力，互伊的子民；上主赐平安，互伊的子民。恳求主帮助阮，会当尽力去做阮去做，因为若是上帝一旨意出自上帝的呼召，阮就无有理由来提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